来继续来看台中的北区一间真出名的糕饼店，有21个员工出面来指控，讲做这个糕仔饼的环境真阿杂、真无卫生。食安处实地去考察，发现这个食品管理确实是有欠点，已经要求限期来改善。电视上空管仔内底报道，容器看起来干那新鲜。厨房的壁土嘛，乌乌垃圾，规排处理食材的脏卤瓦就安尼挂伫咧铁架顶。糠饼皮炒饭看起来无清气，甚至阁有青色油漆的粉尘。台中北区这间糕仔饼店叫21个员工投诉讲，灶卡内底环境真太高。是油脂在常温这样的环境上产生一些发酵发臭的状况。中秋有进新的一批那个木板，上面还有带漆的颜色。21个员工去卫边卡近2个机器，顶面卡真侪垃圾仔。放伫咧开放所在，无物件走咧。中秋节特别到，伊提醒民众买月饼2连锁，爱买付良心的店家。老板也没有承认食安上有问题，他也觉得这些都是小事情。这间糕仔饼店网络的声量真强，经过大数据关键的分析，这间个入选全台湾10大人气2连锁品牌，名气带来买气，相真侪民众来到店里买月饼含2连锁。店员的双手无言支持对20员工的指控，业者冇话要讲。放器具的墙面，因为每天都有在使用，那势必一定会有一些食物原物料东西的那个喷溅。那他如果是在这种过程中拍，然后说这是霉斑的话，那其实不是符合事实的事情。业者承认卫生局接到检举，有派人去店内底针对作业的场所做稽查。基本上检查没有什么重大的缺失，也都有开立，有要修正的或者有需要再做复查的单子。业者认为无什么重大缺点，不过有关食安的问题，卫生局唔敢代替。稽查过发现，员工无办理体检，食材放伫咧涂骹，无做好食品添加物管理，已经要求业者限期改善，若无对依照食安法跟规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